面對面 Heart to Heart， 楊美琪雷霆音樂圈，音樂人對談。好，雷霆音樂圈有 Fred 啊 ，Hello， 鄭俊弘 ，Yes， 係出碟咯，出碟啦，係出碟啦，不過今次就唔係全新專輯。係啦，演唱會嘅紀錄嘅專輯啦，係啦，兩個演唱會加合啦嚇，分別喺14年同埋15年，係啦，就係都喺 Star Hall 開嘅兩次嘅自己嘅個人演唱會，係啦，一啲影像啦， yes， 全部輯錄翻， yes， 向預咗嘅朋友都可以睇翻 Fred 過去兩次 on stage 嘅表演啦，係啊，都開心嘅喎，即係都幾係一個過往呢2年嘅一個舞台嘅全紀錄啦。係啊，因為呢一個好好嘅回憶喺度啊，要從中睇下咦邊度做得唔夠好，如果再有機會開 show 嘅，就要喺邊度再進步啲咯。唔覺3年啊，即係我識你3年咯，即係其實你歌手做歌開始，我先會識你啊嘛。即係當然我睇咗你咧電視嗰度嚇，作為樂迷認識鄭俊弘 as a 歌手，其實哇，即係由星夢傳奇嘅比賽到你真係出自己嘅歌，原來真係已經3年啦。3年，我仲記得係3年前嘅7月7號電視台播出第一集嘅《星夢傳奇》，咁但係今年嘅7月7號就係我出呢個 CD、DVD， 係咪特登夾嗰日㗎？我諗係咁啱嘅啫，真係咁啱，人係又真係咁巧合。係啊，係嚇咁即係可能7月都係阿鄭俊弘嘅一個 lucky 嘅月份喎，係啦，即係有啲好嘅轉變都會發生喺呢個月裏邊咁。係啊，樂壇嘅出道3年啦，咁有過2次自己個人音樂會，咁同埋喺2個音樂會上面，當然係屬於你自己嘅歌有唱啦。見翻你所揀嘅歌都好多元化，除咗自己嘅歌之外，表現到俾大家睇鄭俊弘中意彈吉他啊，中意搖滾音樂嗰樣嘢，喺你所揀嘅 playlist 裏邊都可以表露到一啲端倪出嚟嘅。Thank you。個 rundown 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度啊，同埋導演啊，同埋 Joey 哥音樂監製一齊去選擇啲咩歌啊，都用咗好多時間，同埋揀咗我自己好中意嘅啲歌。但係雖然有好多歌都因為我諗 copyright 問題都收錄唔到喺 DVD 啊，嗰度有少少可惜。你讓我去解，然後我去解，帶定禮服着晒綁鞋，我嘅車其實冇爆胎，最後佢阿媽上埋。個個讚你乖，其實我最乖，最重要令世界輕快。你我困街，一定日日去踩，我就每條菜都食埋。充滿歡笑的了解，充滿真摯的開解，穿上花布的領帶，融入完全超級新境界。其實我最乖，最重要係青春心態。有了聽我心，其實哪會壞？再害怕善意走埋。充滿歡笑的了解，充滿真摯的開解，穿上花布的領帶，融入完全超級新境界。要去乖，其實四處擺，踩住一個兜屋好快。睇下轉後擺，前面有個牌，轉入高中幾大。充滿歡笑的了解，充滿真摯的開解，穿上花布的領帶，融入完全超級新境界。
的師奶，繞過相信的信差，絕用若古老山派，走過街市睇鴨拐，收買飲過的師奶，睇下諗我白的太太，然後漸漸兜咗出世界，兜咗出世界。雷霆音樂圈，我係鄭俊華。年輕的碰着誰，亦能像威化般過隨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着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再流動，再流動，就如咖啡因作弄。睡了但眼部忘了合攏，就如石頭懸浮在半空而失重，就是這樣快樂誰不信？覺得一個別流淚，破碎一番蜜變到醉，活着是為了做來又去，害怕孤獨變到罪，怕過於輕易別離去，活着你為我為誰？年輕得碰到誰，但像威化般過隨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着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如果係熟悉鄭俊弘嘅，都會知道其實你中意玩吉他啦。Yes. 之前自己夾 band，咁其實都中意搖滾音樂啦。咁所以出呢一個 DVD 集嘅時候，揀出嚟去特別推介俾大家嘅，都揀咗首活着 Viva， 就係自己孭住個吉他，即係自己都會彈翻段仔嘅去介紹咯。好開心呢首歌，我記得喺台上玩嗰陣彈 solo 吉他嗰陣啊，Joey哥就會出嚟同我一齊玩，同我一齊彈，即興嘅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個 energy 係好好嘅，所以呢首歌係可以表達到呢個 Red Concert 成個意義喺度。同埋即係我諗阿 Joey 好得意嘅，你話喺即係本地香港嘅吉他手，即係仲活躍嘅吉他手當中，其實佢神級噶啦嘛。但係佢又真係覺得好冇所謂。喂，細路，即係佢可能會叫你細路，喂玩啊，咁就佢就嚟噶咯。係啊係啊，佢好開心嘅，同佢一齊夾 band 啊，同佢一齊玩啊，咁佢又好 easy going 啊。係。咁我記得我哋喺 Red Concert 我哋都有唱一首歌叫 Black or White Michael Jackson。有。咁佢又特登走出嚟又同我玩，因為我哋睇咗一個 Michael Jackson 佢一個表演就同阿 Slash 一齊，咁我哋不如咁樣玩，咁佢又肯啊。Joey 嗰種親切同埋佢嗰種冇所謂係令到後輩會覺得同佢玩得好開心。但係另一方面，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當佢一個前輩，一個咁叻彈吉他嘅吉他手，即係其實 Fred 會喺阿 Joey 身上有冇即係偷到啲咩絲，或者佢影響咗你啲乜嘢？我聽佢彈嗰啲 solo 啊，即係聽佢對音樂嗰個去向，即係我聽佢彈嘢就原來 Joey 哥會咁樣諗嘢嘅 musically，聽翻佢寫嗰啲歌咧，就會了解到佢嘅咁 musical idea 喺邊度嚟咯。但係初喺佢面前彈吉他好驚嘅，係嘛？係啊，覺得因為佢咁勁，即係有啲乜嘢唔好，佢一定知道㗎嘛。聽到啦，佢戴晒 earphone，咁啊最驚係阿 Joey 哥啦，同埋華哥，小飛俠啊，兩個喺度，哇，好大壓力，即係嗰個更前輩啲。我記得第一次嘅 concert 嘅 rehearsal，我都唔敢彈啊，即係自己整細聲啲吉他先。不了解，就連毛孔都擴大，就似寒前還流過熱帶，就如被無限條亂髮糾纏活埋，但是這樣快樂誰不快？覺得激動變到在共像要花蜜變到醉，活就是為了唱活來又去，害怕孤獨變罪，怕過於經驗變離去，活着你問我為誰？年輕得碰着誰，亦能像威化般多醉，快活到每日也像活盡100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，快活到每日大1歲。
哇，真係其實都萬千寵愛喎。係啊，作為一個中意彈吉他嘅人，有兩大前輩喺度拱照住你。我仲記得係第一次喺台上嘅演唱會，我擰轉面，左手邊 Joey 哥，右手邊華哥，哇！真係夢想，即係我咪發緊夢。係兩個神級吉他手喺度，我哋一齊 jam。係，即係你諗下，蘇德華、鄧健明，然後鄭俊弘喎。哇！I'm not worthy，我應該喺嗰度。擺埋喺度都開心啊！好開心嘅，即係呢一首歌好活力，好 energetic，咁我可以帶俾觀眾一種嘅快樂，同埋嗰種熱血啊！同埋我記得喺 rehearsal 嗰陣喺台上一彈呢首歌一起，我就見到台下面個同事已經好興奮啦 Yeah 跟住我一齊唱啊 Alan， 我睇到佢嘅反應，我就話呢首歌揀得啱啦。哦，咁霆鋒佢又又有啲情意結嘅，明白，即係嗰個大家青春嘅回憶咯，某一個階段裏邊嘅青春咯。不過幾得意喎，發現一樣嘢，之前睇你彈吉他咧，我又冇刻意去諗嗰樣嘢，因為其實見到 Fred 咧，你寫字你用左手噶嘛，你左右噶嘛，但係你彈吉他咧，你又冇特登要用一個左右吉他喎。係啊，又唔係㗎。唔係咯，我就係見你用普通用翻右手嚟彈，用左手撳 chord 噶嘛。係啊，我用左手，我 dominant hand 係左手噶嘛。咁我梗係要用左手做啲 complicated 啲嘢，即係撳 chord 啊、solo 啊，靈活啲啊嘛。所以我覺得係啱。呢個幾有趣啦。係啊，留意到嘅話，原來都有呢個嘅巧妙喺度。係啊，好得意。係自己習慣啦。自己習慣啦，我諗。當長夜孤單很赤裸，無淚哭泣都有果，描畫灰色這感受是如何？如果前路寬敞不會阻，如夢初醒不再多，來面對這最壞的好結果。來不及在瘋癲過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不可。遺憾堆積得太多，難道必須給戰火，來絕了這最後一節談過，這段格必須一方將困局衝破，反覆的折磨咗，從頭找到自己來尋覓快樂，來不及再瘋癲過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不可，來不及再燒起過已經吹熄的愛火，來不及再安撫我，然後又再傷害我，揣測太多，誰明白我都難過，會話錯，沉默錯，懷念錯。Beyond 嘅歌你揀唔少啊，大師如 Eric Clapton 嘅，你亦都有啊，即係都好廣泛下。係啊，因為我想對我呢啲英雄啊、啲 hero 有 tribute 喺度，可以收錄到喺呢個 DVD 嗰度就好幸運，因為我知道公司都為咗 copyright 啊，佢哋都好爭取好多。Fred 都係夾 band 噶嘛，即係有你自己嘅 band，你嘅 home band，咁所以其實一般本地長大嘅 band 仔對於 Beyond 都有一種好特別嘅情意結啦，都係真係你哋
一定係年少嘅偶像咯。因為聽嗰啲歌，大家就的起心肝要學吉他，要寫歌，因為對我哋嘅影響係非常之大。知道鄭俊弘嗰個你中意彈吉他，唔單止係彈下吉他同自己伴奏，即係你真係有去上堂，即係你淨係要佢去讀緊一啲課程，去鑽研噶嘛？要啊，要繼續完成咩啊？未有排，但係即係呢個音樂呢個語言，即係我好中意研究，同埋好 curious 點解係咁樣嘅，所以為咗要滿足自己嘅 curiosity，咁就去讀咯。愛一樣嘢愛到某個程度，其實你真係好想知道好多有關佢嘅，即係唔係單止係一個消閒嘅活動咯。嗰個咁唔係啦，即係真係要用心機，係真係要去讀咁啊！嗰樣嘢辛唔辛苦啊？其實都辛苦嘅，因為成日都係即係自己一個去鑽研，即係唔可以問老師啊，即係好孤單下嘅。其實有時自己喺房度彈，有時又唔知啱定唔啱，即係都會有交流，得 online 咁樣。但係如果真係有機會，我希望真係可以親身去讀下。即係而家嗰個課程嘅形式就係 online 嘅溝通，即係其實老師係唔可以面對面去指點你噶嘛。係啊，係同埋即係有時係即係為咗呢份功課嚟滿足個功課就去學一啲嘢，唔係太徹底去了解呢件事。但係即係如果你喺嗰邊度讀就會徹底啲咯。咁佢好多 jam session 啊，一落堂大家就會夾嘢啊，咁啊分享好多心得。為你開每枝花瓣，有什麼可以替代你？然而愛更加可怕，陪着你方知背後有1000個他。何時會墮下？能承載到3個吧？投降吧，我沒有辦法，無能力讓你寬顏。如為你我就退下去，別再討好嗎？明日我一個去面對風吹雨打，我愛他跟你出發，明明默默愛你不要壞，無悔開過花，再回家可以嗎？就看吧，我沒有辦法為你開每枝花瓣，有什麼可以替代你？然而愛更加可怕，其實我早已發現你身邊有他，這懸崖何時會倒下？能承載到3個吧？投降吧，我沒有辦法，無能力讓你寬顏。如為你我就退下去，讓我走好嗎？明日我一個去面對風吹雨打，縱使枯萎也不牽掛。楊美琪雷霆音樂圈，我係鄭俊弘。誰曾講花開總結果，如陽光，天黑透便會光。常言道雨會過，路總通向遠方。從前的不需想太多，來年的即將發現更多。同行萬里有我，攜手一起領放。中一絲一絲的捉緊最美的盼望，同成長親手的一筆一筆去兌現承諾。遙遙長路裏定會在旁，伴着遊歷萬方。歷練過再往前看，前程會更寬廣。如寒冬點起手裏火，提起火把發熱發光，從頭又再振作，定可找到結果。人潮中分不清太多，能同舟相交過已不枉。同行萬里有我，和你一起細看。咁真係音樂專輯方面，今年就會唔會都有計劃？有，而家都開始錄音啦。但係希望年尾
盡量啦年尾，但係又唔想話太一定要11月，一定要12月咁樣，因為今次都係做 album， 都需要多啲嘅時間去。因為譬如話劇集歌都間中都會聽到，即係電視劇會聽到 Fred 唱噶嘛。當然即係亦都會有好多真係原創嘅作品，自己嘅寫嘅歌有冇？有今次又有啦，又有啊嘛，係啊，係咯，公司都揀咗啦。有冇 rock 味嘅今次？可以，因為我寫個 demo 都係一支吉他嘅啫，可以係 rock 嘅 ballad， 慢嘅 rock。之前喺專輯裏邊，大家會覺得有 rock 味嘅歌，都唔係真係嗰種行 rock， 係嗰種係 hardcore 嘢嚟嘅，但係你 feel 到嗰種有少少火，有個底啊，係有少少火個 rock 底嗰樣嘢，即係嗰樣係其實真係 so far 幾 match 嚟嘅，即係始終都係根源啊嘛。Yes， 自己都有寫歌啊，同埋想嘗試唔同嘅類型啦，自己都有開始寫下嗰啲，即係例如 funk 啊，或者真係你行啊嗰啲 rock 嘢，睇下過唔過到公司嗰關。自己創作都係一個少少堅持啦，算係嘛？Yes， 即係可以 directly 喺由我自己寫個 melody， 咁就好直接同聽眾去溝通，同埋呢啲係自己嘅 idea， 咁可以 express 到自己咯。你創作嗰陣時，通常你都係自己匿埋彈住吉他創作，定話你會唔會都揾翻你啲 band 友啊去一齊 jam 下嘢啊？咁呢兩樣都會有，有時自己寫，有時就會上去吉他手嘅錄音室嗰度一齊 jam 一齊玩。早幾個禮拜佢話：咦，我寫一首歌，但係唔知點樣完咗佢，咁大家一齊研究下，咁我上咗去一齊玩啦，一齊研究，咁我又錄咗一首新嘅 demo， 咁係好好玩。你隊 band 都仍然有活動嘅，其實有嘅，即係雖然係少咗，因為大家都忙，大家都有自己工作。係啦。怕渡輪會撞船，或水鏡我們餘力，怕食堂會報廢，蛋糕都擔心進食，怕被群眾負評，願輸給網民襲擊，害怕到看敵，磁場永遠也負極，未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自覺。冷下來，便綁起愛人面壁，怕未來有問題，辦公室逼出壓力，怕地球跌下來，幻想得叫人窒息，鬧市太熱鬧，人潮裏你要避席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自覺。製作人方面咧，監製方面會唔會今次有啲新鮮嘅合作啊？咁樣希望可以再同 Eric Kwok 合作，咁一定就有同張家誠、韋景雲、Johnny M 呢啲。但係我之前其實我好想揾一位叫做柳重言，阿 Jim Lau， 哇，佢寫嗰啲歌咁啊，都有同公司提議過，咁啊希望可以實現啦。都少少 rock 底嘅喎 Jim Lau 啲嘢。係啊，有即係佢嗰陣時幫阿神寫嗰啲，其實係有啲好正。佢寫嗰啲 melody 係好靚。係。同埋我又睇佢啲訪問啊，發覺呢個人好重情，所以佢寫嗰啲歌係好吸引。係佢有火㗎，自己亦都自知地先前都出咗張專輯，自己唱翻自己啲作品咁樣。係啊，聽佢自己唱翻佢自己，哇！真係好感動，好感動。咁都睇到其實 Fred 都係一個好主動嘅歌手啦。你自己會諗自己即跟住有啲咩音樂人我想合作嘅，同埋自己寫歌，諗下自己嘅路向各樣咁。係啊。密鑼緊鼓中，第3張專輯，咁啊即係做好啲歌，咁我哋會有新歌聽啦。Of course， 好快。好啦，咁啊等你嘅新歌。OK， thank you Fred。 別怕點火，懷着從前願望，今
鄭俊弘嘅點火結束今日雷霆音樂圈，星期六晚再聽，拜拜。或者你可保留現狀，為到亦可只求給我，所有價值都拋到腦後方，是誰為你界定了何謂快樂？別怕點火，懷着從前願望，今天起快醒覺，如若能青春記住要傲狂，快點火，離席時亦可不枉最初，至少你躺